3300幾尺嘅別墅，送埋呢一個1100尺嘅花園俾你，加埋個天台同埋車位，心唔心動？今日要介紹嘅樓盤，用一首歌嘅時間就可以去到赤柱市中心，無論衣食住行定係交通配套都應有盡有。如果你要過嚟睇樓，記得約啱個時間睇埋呢一個日落海景啊！入屋之後就係客飯廳啦，10人嘅圓形餐桌啦，同好多豪宅一樣都係擺得落嘅。然後就係一個長形嘅 sofa， 跟住望返花園對出就係呢個海，非常之靚。發展商咧就冇喺廚房入面做咗呢個中島擺設，就喺呢個廳嘅位置做咗個酒吧台，咁變咗招呼朋友都相當之方便啊！廚房更加唔需要用好大嘅空間。入到嚟呢一度咧，我哋廚房係望翻呢一個內園位置景觀嘅，然後雙雪櫃門啦，所有家私電器咧都一應俱全，相當之夠位用。中間呢一層咧就做咗3間套房啦，每一間套房咧都有唔同嘅獨特個性裝修嘅，好似呢一個比較鮮色啲嘅就係小朋友嘅房啦，而另外2間套房咧就望翻海景嗰邊個房，每一間套房佢哋嘅空間都相當之足夠，唔會話一間特別大，另外2間特別細。咁而佢哋嘅浴室咧個別係雲石嘅淋浴間啦，而另一部分咧就係粉紅色雲石嘅浴缸啦。男女嘅套房咧都分得好開明，唔使爭房啦，呢度嘅設計幫你做好晒。頂層一般都以為係主人套房，一層過係咪？呢度做咗2個套房，由樓梯 lift 口去到呢一邊咧係主人房嘅範圍，King size 嘅大床，由床頭櫃去到呢個床尾凳，再配合埋個露台，基本上我哋望住個海，房間應該有嘅空間呢度應有盡有。跟住我哋行埋呢一邊就係你嘅衣帽間啦，由呢個位去到一個 L 字形嘅都係衣櫃嘅位置。主人浴室呢一度用嘅雲石材料咧就係 Warburton 佢自己私人礦場攞過嚟㗎，咁所以咧摸落去同埋睇上去都非常之高級嘅。浴室雖然唔係好大啊，咁但係主人房應該有嘅配套佢全部都齊晒嘅。而隔離呢一間房咧係做咗個書房嘅套間嚟嘅，如果你用得着嘅就可以喺呢一度練下字啦。如果用唔着嘅呢一間房做翻一個睡房都冇問題㗎。咁我自己覺得有書房就好啲嘅，始終望住呢個咁靚嘅景觀，你做翻自己公司嘅嘢，成件事咧就得心應手好多㗎啦。好啦，今集嘅時間又夠啦。如果你中意呢一類型嘅別墅，記得點讚收藏，提早同我預約。我哋嚟一個人約黃昏後，睇完樓去赤柱食飯。下集見，拜拜。